大家仲記唔記得喺2000幾年嗰陣，如果你同朋友去行商場，想搵間日本拉麵食，你腦入面第一個浮現出嚟嘅名係乜嘢？我諗9成9嘅香港人都會衝口而出味千拉麵。嗰陣時嘅味千真係風光到不得了，周圍都係佢嗰個紮住孖辮攞住碗麵嘅日本妹公仔。但係你有冇發現，唔知由幾時開始，呢個曾經嘅拉麵天王好似變咗死場製造機咁，邊個商場有佢，邊個商場就顯得冷清，甚至連啲後生仔行過都唔會望一眼。今日我就要同大家一齊踢爆，點解呢間當年全港最強嘅連鎖拉麵店會搞到今時今日咁嘅田地？其實講到尾，原來我哋當年喺2010幾年嗰段時間，俾成幾十蚊一碗麵食嘅竟然係垃圾。諗返起90年代尾到2000年初，味千拉麵啱啱入嚟香港嗰陣，真係帶起咗一股熱潮。嗰陣時大家對日本嘢嘅認識未有而家咁深，仲未有一蘭，未有博多一行社，更加未有周街都係嘅精品拉麵鋪。喺嗰個年代，味千俾到香港人一種高級日本嘢嘅錯覺。你入到去，見到裝修幾有日式風格，碗麵熱辣辣，最緊要係嗰陣白色嘅湯底，標榜住白湯，話係用豬骨熬咗好耐先有咁嘅色。大家嗰時真係信到足，覺得飲嗰啖湯就係補緊鈣，覺得幾十蚊一碗麵，比起食茶餐廳貴少少，但係換嚟日本文化嘅享受係好值得嘅。但係好景不常，喺2011年嗰年，味千拉麵爆出咗一單轟動全中國同香港嘅骨泥門事件。呢件事簡直係將味千拉麵由神壇上面直接推落垃圾桶嘅轉捩點。當時有傳媒踢爆，原來味千標榜每日新鮮熬製，含有豐富鈣質嘅豬骨湯，根本就唔係用豬骨慢慢煲出嚟嘅，而係用一種叫做豬骨湯精嘅濃縮液或者粉末勾兌出嚟。更離譜嘅係，呢啲濃縮液入面嘅鈣含量，同佢宣傳嘅所謂幾倍於牛奶完全係兩回事。件事爆出嚟之後，味千嘅股價跌到撲街，但最傷嘅係佢嘅品牌形象。大家突然醒覺，原來我俾成50、60蚊，甚至而家要70、80蚊食一碗麵，你俾我飲嘅竟然係化學粉沖出嚟嘅湯。呢種被欺騙嘅感覺，係香港人最唔能夠接受嘅。你試諗下，喺2010幾年嗰段日子，我哋係幾咁傻？當年嘅幾十蚊，其實已經可以食到好豐富嘅一餐，但係我哋為咗嗰份日本品牌嘅光環，心甘情願排隊去食一啲工業化生產嘅嘢。味千拉麵嘅成功，其實係建立喺資訊不對稱嘅基礎之上。以前我哋唔識咩叫真正嘅拉麵，以為湯係白色就係好。但係隨住時代進步，香港人去日本旅行去得密咗，對食物嘅要求高咗，大家開始明白，真正嘅博多拉麵個湯應該係要有膠質、有豬油香，而唔係一股味精味。講返點解佢會變咗死場製造機？大家如果有留意，而家仲有味千拉麵嘅地方，通常都係一啲比較舊或者人流開始走下坡嘅商場。點解？因為味千拉麵呢套商業模式係極度依賴流量而唔係質量。佢哋嘅選址通常係大商場嘅角落或者大眾化嘅樓層，靠嘅係一啲唔知食乜好，求其搵餐飽嘅散客。但係當一個商場開始轉型，引入更多有特色、有誠意嘅餐廳嗰陣，味千呢種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嘅連鎖店就會變成負累。佢佔據咗一個好大嘅鋪位，但係吸客能力極低。年輕人唔會去，家庭客覺得唔健康，老人家又覺得貴，結果就係味千喺度，過場嘅層次就好似停留咗喺2005年咁，完全跟唔上時代。而且味千拉麵嘅管理層好似完全活喺自己嘅世界入面。佢哋喺2007年喺香港上市之後，就開始瘋狂擴張。當時嘅創辦人可能覺得，只要店鋪夠多，規模效應就可以賺大錢。但係佢哋忘記咗，餐飲業嘅核心係味道。佢哋為咗節省成本，將所有嘢都標準化、中央廚房化。你喺旺角食同喺屯門食，味道係一模一樣，但係嗰種一模一樣係一種令人絕望嘅平庸。
啲麵條食落去好似橡筋，塊叉燒薄到透光，最攞命嘅係嗰陣陣化學湯味，食完之後嗰種口乾感，真係令你懷疑人生。我仲記得有一次，大約係2018年左右，我心血來潮入返去一間味千拉麵，想搵返啲童年回憶。點知一坐低睇下個餐牌，一碗最普通嘅豬骨湯拉麵竟然要成70幾蚊，加埋加一接近90蚊。當嗰碗麵上台嗰陣，我真係想即刻走人。碗麵嘅賣相同我喺超市買嗰啲10蚊包嘅即食拉麵分別唔大，嗰陣味真係完全冇變，依然係嗰陣粉味。我嗰刻先至真正體會到咩叫做俾幾十蚊食垃圾。喺同一個價位，我大可以去食一碗有師傅現場熬湯、現場拉麵嘅小店，點解我要嚟呢度幫你哋啲大財團交租？味千拉麵嘅失敗，其實亦都反映咗香港消費市場嘅轉變。以前我哋追求大品牌、連鎖店，覺得咁樣有保障。但係而家嘅香港人，特別係2010幾年後出生嘅後生仔，更加追求匠人精神、獨特性同埋性價比。你一間上市公司每年賺咁多錢，但係你連最基本嘅湯底都唔肯用心去煲，你憑咩收人幾十蚊一碗麵？而家嘅市場競爭係極度殘酷嘅。你睇下中環、尖沙咀嗰啲拉麵店，人哋每日大排長龍，係因為人哋真係用心去做。味千拉麵仲停留喺嗰種我有品牌我大晒嘅思維，執笠係遲早嘅事。仲有一點好諷刺嘅係，味千雖然掛住日本拉麵個名，但其實佢背後嘅經營手法係非常之大陸式。佢哋喺大陸市場曾經係風雲人物，但係亦都因為過度追求利潤而忽略咗產品質素。佢哋甚至仲去投資埋啲咩百度外賣，搞埋啲唔關事嘅生意，結果蝕到入獄。呢種不務正業嘅行為，反映咗佢哋根本冇心做好一碗拉麵。當一個做餐飲嘅人，心入面只係諗住點樣玩財技，點樣上市套現，佢碗麵又點會好食？大家再睇下而家嘅味千，為咗生存，開始搞埋啲咩下午茶套餐，甚至賣埋啲唔湯唔水嘅飯類。呢啲行為完全係飲止渴。你將自己定位降到同快餐店一樣，但係你個價錢又唔係快餐店價錢，結果就係老牌食客流失，新客又唔入嚟。我喺好多舊式商場見到味千，入面冷清清，只有幾個阿叔喺度食緊嗰啲乾爭爭嘅炒飯，嗰種淒涼感真係令人不勝唏噓。曾經嘅拉麵神話，而家變成咗商場嘅累贅。其實探訊我今日講咁多，唔係想單純踩一間公司，而係想大家反思一下我哋嘅消費習慣。喺2000幾年、2010幾年嗰陣，我哋係咪太容易被廣告洗腦？我哋係咪太過崇洋媚外，見到個日本名就覺得係好嘢？味千拉麵用咗幾十年時間，證明咗一件事：如果你唔尊重食物，食物最終會拋棄你；如果你唔尊重消費者，消費者最終會令你消失。而家如果你再去行商場，見到嗰間味千拉麵，我建議你停一停，諗一諗。當年我哋細個唔識嘢，俾幾十蚊食垃圾，可以話係交學費。但係到咗2026年嘅今日，如果你仲入去食，咁就真係對唔住自己個胃同埋辛苦賺返嚟嘅錢啦。香港其實有好多用心做嘢嘅拉麵小店，佢哋可能冇大集團嘅裝修，冇咁多廣告，但係佢哋嗰碗湯係用咗幾十斤豬骨熬足10幾個鐘出嚟嘅。呢啲先係我哋應該支持嘅味道。講返味千個老闆，佢當年仲好自豪咁講，話要喺中國開1000間分店。結果呢？店係開咗好多，但係每一間都係喺度消耗緊品牌嘅剩餘價值。每一間執笠嘅味千，其實都係對嗰種工業化快餐拉麵嘅一次否定。而家嘅商場業主亦都開始醒覺，如果想救活一個場，首先就要踢走呢啲死場製造機，引入一啲有生命力、有靈魂嘅品牌，先至係長久之計。總結嚟講，味千拉麵嘅起伏係一個時代嘅縮影，由2000幾年嘅輝煌，到2011年嘅誠信危機，再到而家嘅沒落，
佢教會咗我哋誠信同品質永遠係餐飲業嘅命根。當年我哋食落肚嗰啲幾十蚊一碗嘅垃圾，其實亦都係一種教訓。以後見到呢類只係靠規模、靠名氣，但係完全冇內涵嘅連鎖店，大家真係要帶眼識人，唔好再俾呢啲死場製造機呃到你嘅血汗錢。大家又有冇一啲關於味千拉麵嘅慘痛經歷？或者你覺得邊間拉麵店先係而家香港嘅真正代表？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話我知。我哋呢一代人經歷過味千最紅嘅年代，亦都見證住佢點樣一步步走向滅亡。希望以後我哋唔使再俾幾十蚊去食啲勾兌出嚟嘅湯，亦都希望香港嘅飲食界可以少啲呢類投機取巧嘅大集團，多啲真正用心製作嘅匠人。其實味千拉麵仲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佢嘅定價策略完全唔符合佢嘅價值提供。你諗下，喺2020幾年呢個年代，大家對性價比係幾咁敏感？如果一碗麵賣80幾蚊，大家期待嘅係一種體驗，係一種味道上嘅升華。但係味千俾到大家嘅，只係一種我完成咗進食呢個動作嘅機械式飽足。甚至有人話食味千仲衰過食公仔麵，因為公仔麵起碼平，而且你預咗佢係化學嘢。但係味千係用健康、營養、正宗嚟包裝化學嘢，呢種心態至係最令消費者反感嘅。我身邊有好多朋友，以前細個可能仲會去味千慶祝生日，覺得係一件事。但係到咗而家，佢哋帶住自己嘅小朋友，寧願去食麥當勞或者茶餐廳，都唔會入味千。點解？因為佢哋唔想自己嘅下一代再重複自己當年食垃圾嘅經歷。呢種口碑嘅崩壞，係用幾多億廣告費都救唔返嘅。味千拉麵喺2000幾年嗰陣贏咗先機，但係佢喺2010幾年嗰陣輸咗良心，到咗2020幾年，佢終於輸晒成個市場。而且味千拉麵嘅產品研發亦都係一個災難。你睇下佢哋啲新產品，一陣間搞下麻辣，一陣間搞下番茄，甚至仲有一啲不知所謂嘅 fusion 菜。其實呢啲都反映出佢哋嘅不自信。一個真正好嘅拉麵品牌，只要做好嗰幾款經典嘅湯底就夠。你睇下一蘭，幾十年如一日，就係賣嗰款豚骨拉麵，但係人哋做得到極致。味千就係咩都想做，結果咩都做唔好。佢哋以為多樣化可以吸引更多人，點知反而令到自己嘅專業形象更加模糊。最後我想講，味千拉麵嘅故事，其實亦都係俾所有做生意嘅人一個警示。唔好以為消費者係傻嘅，唔好以為規模大就可以無視品質。喺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任何一點欺騙或者偷工減料，最終都會被無限放大。當年嗰碗幾十蚊嘅骨泥湯，其實就係味千親手為自己挖嘅墳墓。所以呢，如果你仲見到邊個商場仲有味千拉麵，你大概可以預測到呢個商場嘅人流好快就會出現問題。因為一個會容忍呢類死場製造機存在咁耐嘅管理層，佢哋對商場嘅規劃同品味通常都唔會好得去邊。我哋作為消費者，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用腳投票，去支持嗰啲真正值得我哋花錢，真正對得住我哋個胃嘅餐廳。講咗咁耐，我諗大家都明白點解味千拉麵會由當年嘅天之驕子變成今日嘅死場製造機啦。呢一切都係佢哋自揾嘅。當年我哋俾個幾十蚊，就當係買個教訓，提醒自己以後唔好再咁容易被表面嘅包裝呃到。今日嘅踢爆就到呢度，如果你覺得我講得啱，或者你有更好嘅拉麵推介，記得同我分享。我哋下次再見。其實再深一層去睇，味千拉麵嘅沒落亦都同香港嘅租金壓力有關。喺2010幾年嗰段鋪租瘋狂上升嘅時期，好多有誠意嘅小店都因為交唔起租而被迫結業。而味千拉麵呢類大集團，因為有上市集資嘅錢喺手，加上同大發展商有長期合作關係，所以可以霸佔住商場最好嘅位置。但係呢種大石壓死蟹嘅做法，其實係扼殺咗香港飲食業嘅多樣性。
當一個商場入面全部都係呢類公式化、工業化嘅連鎖店嗰陣，呢個商場就失去咗靈魂。香港人開始厭倦呢種千篇一律嘅商場文化。我哋想要嘅係驚喜，係一碗熱騰騰、真材實料嘅麵，而唔係一張由中央廚房打印出嚟嘅食物標籤。味千拉麵嘅失敗，其實亦都係香港人對連鎖商場文化嘅一種反抗。我哋唔再滿足於呢啲所謂嘅大品牌，我哋開始尋找真正屬於香港、屬於呢個城市嘅味道。我仲記得喺2022年左右，有一間味千拉麵喺一個好旺嘅地段執咗笠，換咗一間本地品牌嘅手工拉麵店。結果嗰間新店日日排隊排到街尾，而以前味千喺度嗰陣，入面係空蕩蕩嘅。呢個現象其實好值得深思，唔係因為租金太貴搞到餐廳做唔住，而係因為你間餐廳嘅價值根本 cover 唔到個租金。如果你碗麵真係好食，就算你賣到100蚊一碗，香港人都會心甘情願排隊。味千拉麵嘅問題唔係租金，係佢自己唔爭氣。所以話呢，當我哋回頭睇返2000幾年嗰段日子，味千拉麵確實係帶俾我哋一啲回憶，但係嗰啲回憶入面，更多嘅係一種盲目嘅消費。而家嘅我哋醒咗啦，唔會再俾嗰個孖辮妹公仔呃到。我哋知道咩叫好嘢，咩叫用心。如果你仲係想用2011年嗰套骨泥湯嘅思維嚟做生意，咁你被時代淘汰就係必然嘅結果。喺呢個2026年嘅春天，我望住商場入面嗰間冷清清嘅味千，我心入面冇任何同情，反而有一種解脫。因為呢種垃圾食物嘅時代終於要過去啦。我哋值得擁有更好嘅飲食環境，值得擁有更有靈魂嘅餐廳。以後大家去食拉麵，記得睇清楚佢哋個湯係點煲出嚟嘅，唔好再俾啲所謂嘅白湯呃到。真正嘅好湯係用時間同心機熬出嚟嘅，而唔係用粉沖出嚟嘅。最後，我想對味千拉麵嘅管理層講一句：如果你哋真係想救返呢個品牌，唔係去搞咩下午茶，唔係去搞咩外賣平台，而係老老實實返去廚房，用幾十斤豬骨，用10幾個鐘頭，認認真真咁煲返一煲好湯。如果唔係，你哋間店開到邊度就會變成死場。呢個係商界嘅定律，亦都係消費者嘅報應。好啦，講到呢度，我諗字數都應該差唔多啦。希望大家鍾意今日呢篇咁長嘅分享。我係譚神，我哋下次再踢爆更多飲食界嘅黑幕同真相。記得食嘢要食得聰明，唔好再俾幾十蚊去食垃圾啦。再補充少少，其實味千拉麵喺2000幾年嗰陣，仲有一招好毒，就係利用健康嚟做包裝。佢哋當年揾咗好多所謂嘅營養師、專家出嚟背書，話佢哋個豬骨湯有幾多營養。呢種將工業化產品偽裝成健康食品嘅手法，喺當年真係呃咗唔少家長。好多阿媽會帶住小朋友去食，覺得小朋友食多啲豬骨湯可以長高啲。而家諗返起，呢啲家長如果知道自己俾仔女飲嘅係化學粉沖出嚟嘅液體，心入面會係幾咁難受。呢種對消費者健康嘅不負責任，先至係味千最令人憤怒嘅地方。你可以難食，你可以貴，但係你唔可以欺騙。喺2010幾年嗰單新聞爆出嚟之後，雖然佢哋做咗好多公關 show，又帶傳媒去參觀工廠，但係公眾嘅信任已經一去不復返。喺香港呢個咁細嘅地方，信譽一旦崩潰，就好難再起反身。所以味千拉麵今時今日嘅慘狀，其實係佢哋多年嚟累積落嚟嘅業力。佢哋喺2010幾年種下咗欺騙嘅因，而家喺2020幾年收返沒落嘅果。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無論你嘅生意做幾大，無論你係咪上市公司，基本嘅商業道德係唔可以丟架。如果你連一碗麵都唔肯用心去做，咁你嘅企業王國最終只會變成一座空城。大家以後行過商場，再見到味千嗰個孖辮妹公仔，不妨會心微笑一下，感嘆一下那個我哋仲會被骨泥湯呃到嘅純真年代。然後轉身去揾一間真正有火候、有靈魂嘅拉麵店，好好享受一餐真正嘅美食。呢個
先至係對自己生活最基本嘅尊重。今日嘅分享真係到此為止啦，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對呢個曾經嘅拉麵巨頭有咗更深嘅認識，唔好再做嗰個俾幾十蚊食垃圾嘅傻瓜，要做一個識食、識生活嘅聰明香港人。多謝大家聽我講咗咁耐，我哋下次見。其實我仲想講多一點點，就係關於味千拉麵嘅服務。大家有冇發覺，味千嘅服務員通常都係一陣死氣沉沉嘅樣？呢樣嘢其實好反映公司文化。當員工都對自己賣嘅產品冇信心、冇熱情嘅時候，你又點可以期待佢哋會提供好嘅服務？喺2000幾年嗰陣，佢哋可能仲會有一啲活力，但係自從公司走向全面工業化之後，啲員工就好似變成咗工廠嘅零件咁。你入去坐低，佢哋機械式咁幫你落單，機械式咁將碗粉沖湯端到你面前，成個過程冇任何交流，冇任何溫度。對比起日本嗰啲拉麵店，師傅會喺你面前大聲招呼，會用心觀察你食麵嘅反應。味千簡直係一間冷冰冰嘅食物工廠。喺2020幾年呢個追求情感價值嘅年代，呢種冰冷嘅服務模式自然會被市場排斥。所以話，味千拉麵嘅失敗係全方位嘅，由產品、誠信、管理到服務，每一環都出咗問題。佢變成死場製造機，絕對唔係偶然，而係必然。當一個品牌失去咗佢應有嘅靈魂，佢就只係一個空殼，而一個空殼係冇辦法喺競爭咁激烈嘅香港市場生存落去嘅。好啦，我諗呢次真係講完啦。大家記得要支持真材實料嘅店鋪，遠離呢啲死場製造機。多謝大家嘅耐心，我哋下次再傾。